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同路點評，每日精選焦點新聞，帶你快速掌握澳洲、香港、中國同國際最新動向。記得訂閱埋同聲同路人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更新㗎喇。南海局勢再度升溫，日前中國同埋菲律賓船隻喺人海礁附近發生衝突，造成一名菲律賓海軍人員受傷。中菲雙方都互相指責對方，並分別召見對方嘅大使。事件發生之後，美國批評中國對菲律賓採取危險同埋具攻擊性嘅行動，並重申會繼續支持菲律賓。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則反駁指責，形容有關嘅説法係毫無根據。正喺菲律賓訪問嘅澳洲外長黃英賢都表示關注，並宣布會進一步加強對菲律賓海岸警衛隊嘅支援，包括提供無人機同埋相關技術嘅培訓。另一方面，菲律賓都表示希望透過南海行為準則降低衝突嘅風險。中國就重申對人海礁相關安排嘅立場係冇改變。南海問題已經唔再只係主權爭議，更加涉及大國競爭、區域安全同埋外交角力。喺各方都宣稱希望維持和平之下，點樣建立有效嘅危機管理同埋對話機制，避免局勢進一步升級，仍然係區內各國共同面對嘅挑戰。北領地日前通過具爭議性嘅兒童保護法修正案，政府形容今次係近期最大規模嘅兒童保護法改革，希望可以更早介入高風險家庭，加強保障兒童安全。新法亦都修改咗原住民兒童安置原則嘅適用方式，希望將制度現代化。不過，多個原住民團體、法律界同埋兒童權益組織都表示憂慮，認為新法可能會削弱原有文化保障機制，增加原住民兒童被帶離家庭同埋社區嘅風險。佢哋亦都批評，真正嘅問題其實係前線人手、資源同埋服務不足，而唔係現行法律嘅本身。澳洲過去亦都曾經因為強制帶離原住民兒童而留下沉重嘅歷史，因此任何涉及兒童保護制度嘅改革，都應該喺保障兒童安全同埋尊重文化認同之間取得平衡。點樣透過平衡各方，將會係改革成敗嘅關鍵。澳洲政府早前批出約55億嘅就業服務合約，其中9間營利機構持有超過21億嘅合約。但係一份最新嘅研究報告就指出，政府推行多年嘅私營就業服務制度已經出現咗結構性嘅問題，唔單止未能夠有效幫助失業人士重返職場，反而係令部分嘅私人企業可以透過政府合約獲得龐大嘅利益，甚至有承辦商曾經向主要政黨捐錢，令人關注制度透明度同埋利益衝突嘅問題。報告建議，政府應該逐步恢復由公共部門提供一般就業服務，非牟利機構就繼續負責原住民、難民等特定群體嘅支援，同時加強監管，提供財務嘅透明度，並限制承辦商向政黨捐款。新程式人工智能發展越嚟越快，而澳洲新聞業亦都開始同 AI 公司商討合作。澳洲廣播公司 ABC 就透露，有人工智能公司已經主動接洽，希望取得包括新聞影片、音頻，甚至澳洲人說話方式等嘅內容授權，用作訓練 AI 模型。日前 SBS 同埋新聞集團澳洲分部等嘅代表都出席傳媒論壇，一致認為新聞內容唔應該被免費用作 AI 訓練。佢哋指出，新聞涉及採訪、查證同埋編輯等大量嘅投入。如果 AI 企業希望使用相關內容發展商業產品，就應該透過正式授權，保障新聞機構同埋內容創作者嘅權益。有評論認為，新聞唔單止係商品，更加係民主社會重要嘅公共資產。如果媒體收入因為 AI 大量使用內容而持續流失，長遠可能會削弱新聞機構持續採訪同埋監察社會嘅能力，最終影響公眾獲取可靠資訊。中東局勢再度升溫，美軍中央司令部表示，最新一輪嘅空襲主要係針對伊朗軍事設施，目標係要削弱伊朗威脅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嘅能力。特朗普就指懷疑納坦茲核設施附近存在未公開嘅核活動，警告短期內可能會發動大規模嘅打擊。面對美軍嘅行動，伊朗亦都持續反擊。巴林、科威特同埋約旦都表示成功截攔嚟自伊朗嘅導彈同埋無人機攻擊。
伊朗革命衛隊都聲稱攻擊約旦境內一處駐有美軍嘅基地，並警告會展開更大規模嘅行動。隨住越嚟越多國家同埋武裝勢力被牽涉其中，衝突都可能會繼續影響能源運輸同埋全球供應鏈。如何避免局勢繼續失控，並透過外交嘅渠道降低風險，將會成為國際社會面對嘅重要挑戰。多謝大家收睇同路點評，每日快速掌握澳洲事個、世界焦點，記得訂閱啦！我哋下次再見。